專題靈修系列，發揮恩賜，活出召命。學效耶穌款待客人。希伯來書13章2節，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，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。農曆新年前，好多家庭主婦都忙於清潔家居，準備迎接新年嘅到來。事實上，中國人嘅風俗總係喺新舊年交替之際，家家戶戶要嚟一個大掃除，以示除舊迎新，藉此盼望新年有個好開始。呢個傳統習慣自古至今一直流傳。聽講年28呢一日，將間屋打掃清潔乾淨，會將今年嘅衰氣洗走，讓新嘅一年得到更多福蔭。連續幾日睇見左鄰右舍拎住大包小包嘅舊衫送去回收站，我諗起聖經中所講嘅舊同埋新有天淵之別。舊係屬地嘅，係屬血氣嘅，係虛幻暫時嘅；而新係屬天嘅，係屬靈嘅，係真實永恆嘅。但係舊唔能夠建立人，唔能夠造就人，唔能夠釋放人。相反嘅，新能夠建立自己，亦都能夠建立別人，使人得着豐富，得着造就，得着釋放。我哋知道，重生嘅基督徒必須放下舊我，披上新我，好似除去舊衫而着上新衫咁完全。呢件新衫就係耶穌基督嘅樣式，所以我立志要以基督嘅愛嚟善待周圍嘅人，幫助有需要嘅人。年初二嗰日，我接待咗一個基層家庭，陳先生兩夫婦同埋一對雙胞胎嘅仔大寶同小寶。為咗烹煮一頓豐富嘅晚餐，我花咗2日時間預備食材。除咗自製蘿蔔糕同年糕之外，亦都做咗6道傳統應節餸菜同埋1煲老火湯。食飯嘅時候，正當大家談笑風生，食得津津有味，小寶忽然問：點解豬皮係黑色嘅？係咪冇洗乾淨啊？哈哈，睇住小寶用筷子夾住一塊海參，陳先生爭啲笑到噴飯。講完之後，大寶就話啦：頭先我食咗一塊金黃色嘅肥豬肉，不過味道有啲腥。嗰啲係花膠嚟㗎，真係有其母必有其子啊！陳先生就咁樣笑佢哋啦。就係咁樣，整個晚上歡聲笑語充滿小屋，非常熱鬧。臨行嘅時候，我分別俾各人送上禮物，並且鼓勵陳先生一家4口早日接受耶穌基督嘅救恩，得着上好嘅福分。主耶穌嚟到世上，為我哋獻上終極嘅款待禮儀，為信徒預備美好嘅地方，讓我哋將來可以同神一齊享受福樂。神呼召我哋將佢嘅呢一份款客之道推己及人。願我哋學效主耶穌嘅榜樣，將款待實踐出嚟。無論係熟悉嘅，亦或係陌生嘅朋友，我哋都要盡心盡意款待。